好多人以為有錢人買樓一定買豪宅，但我接觸過唔少投資者，發現佢哋最先睇嘅反而唔係豪宅，而係有冇被市場低估嘅物業。好多人一聽到拍賣屋，第一反應就係咪有問題㗎？但投資者唔會咁樣睇，佢哋睇嘅從來都唔係平唔平，而係值唔值得。例如一間屋，市場價500千，如果拍賣價只係380千，一般人會覺得哇，慳咗120千喎。但投資者會繼續分析呢個地區租唔租得到出去，未來會唔會有新嘅發展，5年後仲有冇升值空間？如果答案都係有，咁呢一間屋先有研究價值。所以我成日同客仔講，買樓唔好只睇價錢，真正決定一間屋值唔值得投資，唔係今日平咗幾多，而係未來仲有人買，願意買，願唔願意租。因為平只係入場價值，先決定你最後賺幾多。如果係你會因為平而買，定係會為未來價值而買？留言分享下你嘅睇法，我哋一齊討論。